嗨，大家好，我係 Peggy 啊，歡迎嚟到水晶療癒之旅。今集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能夠創造同維繫一切萬有嘅宇宙能量場。呢個能量場就係無量之網啦。其實宇宙不停咁樣傳緊信息俾你，你識唔識得點樣下載呢？無量之網係承載宇宙嘅容器，亦都係連結萬物嘅橋樑，又係顯現我哋創作嘅一塊鏡嚟嘅。而我哋如果能夠認識無量之網嘅法則，並且運用佢嘅話，就能夠借助宇宙嘅力量去創造奇蹟。喺1944年嘅德國物理學家、量子力學始創人馬克思·普朗克曾經提出震驚世界嘅學說，認為宇宙中存在住一個孕育萬物嘅母體啊，佢本身係一個具有意識嘅心智體嚟嘅。喺《與神對話》呢本書裏面講過，神喺自我分裂成為宇宙嘅過程裏面，神用純粹嘅能量創造咗現今存在嘅萬物，包括有形同無形嘅。換句話說，神唔單止創造咗物質嘅宇宙，亦都創造咗精神嘅宇宙。而喺近年，好多研究都證實咗呢個宇宙能量場係確實存在嘅喎。無量之網係有以下呢4種特質㗎。第一，連結萬物嘅能量場嘅存在。第二，呢個能量場扮演容器、橋樑同反映我哋內在信念嘅一面鏡。第三，呢個能量場唔係定域性，而係全像式嘅，佢嘅每一個部分都同其餘嘅整體相連嘅，每一個部分都能夠用較細嘅規模去反映出整體嘅喎。第四，我哋可以透過情緒語言同呢一個能量場溝通㗎。現代科學已經發現人體喺經歷每一種嘅情緒嘅時候，會產生酸鹼值同荷爾蒙嘅化學變化，藉此反映出我哋嘅感覺。人透過愛、恨、恐懼、慈悲、原諒同批評、嫉妒等等，呢啲就係設定無量之網嘅指令語言。只要熟悉指令，就能夠令我哋更加了解點樣為生命帶嚟喜悅、療癒同平靜。喺《無量之網》呢一本書裏面，作者布萊登分享咗佢嘅發現，佢用差不多人人都能夠理解嘅科學同真實故事去說明人類其實係受限於自己嘅信念㗎。而無量之網係承載宇宙嘅容器，係連結萬物嘅橋樑，亦係顯現我哋嘅創作嘅一面鏡。世上嘅一切都係同其他一切萬物互相連結嘅。有人話北京嘅蝴蝶拍翅膀，墨西哥就會颳颶風，呢個就係我哋成日講嘅蝴蝶效應啦。如果要運用宇宙本身嘅力量，必須將自己視為世界嘅一部分，而唔係分離嘅。某一啲嘅物質如果曾經結合為一體嘅話，不論實體係唔係相連，喺量子層面都將會相連。專注意識嘅舉動就係創造嘅行為，意識係能夠進行創造㗎。我哋擁有達成改變所需要嘅所有力量。意識嘅焦點會變成世界嘅真實狀態。如果我哋只係講選擇新嘅狀態，咁樣係唔足夠㗎。情緒感覺係用嚟同無量之網對話嘅語言，要感覺目標已經達成，祈禱已經得到回應，但係唔係任何感覺都得㗎。如果你想靠感覺去創造嘅話，一定唔可以有自我同埋批判。喺全像式物體裏面，每一個部位都反映住物體嘅全部。你可以將無量之網想象成一張氈，氈嘅起點同終點都喺未知嘅領域裏面，而佢係跨越一切萬有㗎。氈有好幾層深，隨時隨地無所不在，而且早已經安置妥當。我哋嘅身體、生命同所知嘅萬有存在，都發生喺氈嘅纖維裏面。我哋會喺裏面開始創造嘅過程，結婚、離婚、友誼、事業等等。我哋經歷嘅一切都可以被想象成氈裏面嘅奏摺。喺量子角度嚟睇，物質嘅原子、一片草葉到人體、星球，
以及所有嘅一切，都可以視為呢一張時空之間纖維裏面嘅騷動。喺古代靈性傳承嘅思想以及詩人都用近乎相同嘅方式嚟描述呢一個存在，或者呢個未必係巧合。例如吠陀經提到嘅統一純意識場域，能夠滲透萬物，但係亦都令萬物沉浸其中。而呢啲嘅傳承將我哋嘅思緒、感覺、情緒、信念、經驗同埋我哋所有嘅判斷都視為騷動，係發生喺原本平滑、靜止嘅場域裏面嘅一啲干擾。另外喺西元6世紀嘅信心銘，又係用類似嘅方式去描述某種本體嘅特性，而呢個本體係一切造物嘅藍圖，被稱為道。就好似吠陀經嘅陳述一樣，佢根本冇辦法被具體咁樣去描述嘅，佢就係一切，係所有經驗嘅容器，亦都係經驗嘅本身。如果想擁有健康，或者令具有療癒效果嘅愛情進入生命裏面，又或者為一啲戰亂嘅地方帶嚟和平解決之道，就一定要喺呢一個場域裏面創造一個能夠反映呢一啲渴望嘅新干擾，就係喺組成世界、時間、空間同身體嘅物質上面製造出新嘅奏摺。呢個就係我哋同無量之網嘅關係，我哋被賦予能力喺網裏面想象、夢想同感受生命嘅可能性，能夠令呢張網映照出我哋嘅創作。古老嘅傳承智慧同現代科學都描述咗呢一面宇宙之鏡嘅運作方式，而我哋可以透過有意義嘅有效方法，將呢一個認知運用喺生命裏面。書裏面提到要針對於此地、他方或者此時、彼時嘅理解，由生命係一幅幅相連全像圖嘅角度切入，這裏已是他方，而彼時永是此時。喺古老嘅靈性傳承思想提醒我哋，每日嘅每一刻，我哋都不斷抉擇要肯定抑或否定自己嘅生命。喺每一秒，我哋都喺度選擇要用支持抑或消耗生命嘅方式嚟培養自己，要用榮耀抑或毀謗嘅方式嚟思考同談論別人，而個體嘅選擇聯合起嚟就會成為集體嘅真實性。書裏面記載咗好多唔同嘅實驗同研究結果，而呢一啲實驗得到2個相似嘅結論，亦都係呢本書嘅重點嚟㗎。第一，世間存在住某一樣嘢，一種能量母體，能夠令宇宙萬物彼此連結，而呢個擁有連結性質嘅場域係導致實驗得到意外成果嘅原因。第二，人體裏面嘅 DNA 令我哋得以運用宇宙嘅能量，而情緒係吸取呢一啲能量嘅關鍵。另外，呢一啲嘅實驗亦都話俾我哋聽，我哋同呢個能量場嘅連結就係我哋存在嘅本質。假如我哋能夠了解佢嘅運作同彼此連結嘅方式，就能夠擁有將呢個能量場運用到去生命裏面。書裏面提到呢個場域有個特質，對生命可能係最有意義嘅，就係佢似乎係有智能嘅。換言之，呢個場域係能夠回應人嘅情緒嘅。就正如煉金術嘅4句金言：如其在內，如其在外，如其在上，如其在下。佢早就已經講咗，上上下下、裏裏外外，其實都係互相共鳴影響㗎。呢個世界會如實反映我哋嘅內在，而我哋可以透過檢視同觀察自己嘅意識，透過運用想像力，世界就可以被改變㗎喇。另外，書裏面話，情緒、想像同祈禱都係同無量之網溝通嘅語言，感覺等於祈願。真誠美好嘅情緒同埋感受就好似向世界發出祈願咁樣，能夠影響組成外在世界真實狀態嘅原子、電子同光子。所以要感覺目標已經達成，祈禱已經得到回應，令你開心無比，
喺一切成為生命真實狀態之前，都要認為已經發生咗。呢個亦都係吸引力法則嘅運用關鍵。而聖方濟曾經講過，聖方濟係天主教方濟會嘅始創人，佢描述咗存在喺每個人之內與生俱來嘅奧秘同力量。佢話我哋嘅內在擁有既美麗又狂野嘅力量。蘇菲教派詩人魯米更進一步咁將呢一股力量比喻為大象，佢令我哋得以喺生命裏面推進。佢話如果你同我一齊用靈魂嚟推動呢一支杖，創造宇宙嘅力量將會進入你嘅力量根源，而呢股力量唔係嚟自你嘅身體之外，而係來自存在於我哋內在嘅一個神聖境域。透過詩句，魯米同聖方濟都表達咗某種超越日常平凡經驗嘅事物。佢哋用當代嘅語言提醒我哋，古人稱之為宇宙最強大嘅力量，就係呢股令我哋同宇宙結合嘅力量。今日我哋叫呢股力量為祈禱。聖方濟喺解釋祈禱嘅時候話，生命係祈禱嘅結果。佢話祈禱為我哋帶嚟生命，因為佢灌溉咗大地同心靈。喺《無量之網2》裏面，作者布萊登分享過佢曾經去過西藏高原嘅一間寺院。佢當時問咗住持一個問題：當我哋睇住你哋祈禱嘅時候，你哋喺度做緊乜嘢呢？當我睇住你哋一日誦經14至16個鐘，睇住你哋搖鈴、敲磬、打鑼、敲鐘、打手印、持咒嘅時候，你哋內在究竟發生緊咩事呢？布萊登話，當翻譯講咗住持嘅回答嘅時候，一股好強烈嘅感受傳遍佢全身，佢即刻知道呢一個就係佢嚟呢一度嘅原因。住持話，你冇見到我哋祈禱，因為祈禱係睇唔見嘅，你見到嘅係我哋用嚟創造內在感覺嘅作為，感覺即係祈禱。而呢個咁明晰透徹嘅答案令到布萊登大為震驚啊！住持嘅說話呼應咗2000年前諾斯底派同基督教傳承嘅觀點。聖經約翰福音第16章第24節嘅早期翻譯，要我哋透過喺渴望已經獲得滿足嘅感覺裏面，賦予祈禱嘅力量，唔帶隱藏動機咁去請求，令回應包圍住你。要令祈禱獲得回應，我哋一定要超越經常跟住正面渴望而嚟嘅質疑。而喺納格哈馬地藏書裏面，而呢一批嘅藏書係發現喺埃及嘅納格哈馬地小鎮裏面，包括有福音書同諾斯底派嘅經書抄本。佢記錄咗耶穌喺一段關於克服呢一種極端力量嘅簡短教導。佢提醒我哋，當我哋以呢種方式去祈禱，然後對山講，山移開吧，山就會移開。假如呢一份智慧喺咁漫長嘅時間裏面始終如一，咁就算係今日，亦都一定對我哋有效㗎。寺院嘅住持同古卷幾乎用一模一樣嘅語言去描述喺西方世界被遺忘咗好耐嘅祈禱方式。布萊登喺書裏面分享咗一位原住民朋友嘅奇遇經歷。喺1990年代初期，新墨西哥州嘅高原沙漠經歷咗嚴重嘅乾旱。布萊登嘅朋友大衛邀請佢一齊去到古老嘅石堆圓環裏面去祈雨。一早佢哋約咗見面之後，布萊登就跟住大衛走過覆蓋住10萬畝高原沙漠鼠尾草嘅河谷地，走咗2個鐘頭。佢哋去到一個大衛嚟過好多次，而且非常之熟悉嘅地方。呢個係有石頭砌成嘅一個圓形，喺圓形裏面仲有石頭排列成完美嘅直線同埋箭頭呢一啲嘅幾何圖案，一路都維持住好耐以前起嘅時候嘅樣。布萊登問呢個係咩地方？大衛話呢個就係我嚟呢一度嘅原因。佢話呢個石堆圓環係一個藥輪。佢仲話喺我族人有記憶以嚟，佢就一直喺度噶啦。藥輪本身係冇力量嘅，
佢只係負責俾啟動祈禱嘅人一個專注嘅場所。你可以將佢想象成一張地圖，係介乎於人類同世界原力之間嘅地圖。大衛仲話：今日我要行去其他世界嘅古老路徑，我將會喺嗰啲世界裏面執行我哋今日嚟呢一度嘅目的。今日我哋要祈雨。跟住落嚟，布萊登見到嘅係完全出乎佢意料之外。佢睇住大衛除咗對鞋，赤腳慢慢行入圓環裏面，跟住佢先向4個方位同埋所有祖先敬拜，然後慢慢將雙手擺喺前面，做出祈禱嘅姿勢，合上雙眼，全身冇喐過。大衛完全無視沙漠正午酷熱嘅陽光，佢嘅呼吸緩慢到幾乎冇辦法覺察啦。過咗一陣，佢深呼吸咗一下，張開佢對眼望住布萊登講：走啦，我哋嘅任務完成咗啦。布萊登心諗：咦，我見唔到會跳舞或者唱誦嘅，所以佢非常之驚訝。大衛嘅祈禱咁快開始，又咁快結束。布萊登之後就問啦：我仲以為你要祈雨嘅。之後大衛對呢一個問題嘅回答係幫助咗好多人去了解呢一種祈禱嘅關鍵。佢話：我係話我要祈雨啊，但係如果我係為咗雨而祈禱，咁絕對唔會有效。之後大衛解釋部落嘅長老點樣喺佢細個嘅時候教佢祈禱嘅秘密。佢話關鍵係在於當我請求某件事發生嘅時候，我哋就會賦予相反嘅力量。例如為咗療癒而祈求，就形同賦予疾病力量；為咗雨而祈求，就係賦予乾旱嘅力量。佢話持續為咗呢一啲嘅事情去請求，只會賦予我哋想要改變嘅事物更多力量。之後布萊登經常諗起大衛所講嘅說話，同埋對我哋今日生活嘅意義。例如，假如我哋為咗世界和平而祈禱，同時對於導致戰爭嘅人，甚至戰爭本身都充滿咗憤怒，我哋可能會喺不知不覺中為咗呢一啲導致相反於和平嘅條件火上加油。依家世界上有好多國家都喺武力衝突裏面，作者成日都會諗，每日數以百萬計嘅人為咗和平而做嘅祈禱，到底產生咗乜嘢嘅作用呢？但係只要觀點稍微轉移，或者就能夠改變呢一個法則。之後布萊登就問大衛啦：如果你頭先唔係為咗雨而祈禱，咁你頭先做咗啲乜嘢啊？佢嘅回答好簡單：我開始去體驗我對雨水嘅感受，我感覺到啲雨落喺我嘅身上面，仲體驗到落咗好多雨之後，兩隻腳陷入泥土裏面嘅感覺。我聞到雨水落喺村裏面泥場嘅味道，亦都體驗到因為雨水充沛而行走喺玉米田裏面嘅感受。大衛嘅解釋非常合理，佢投入所有嘅觀感同埋感受，包括思緒、感覺同情緒呢一啲令我哋同其他生物有所唔同嘅隱藏力量，仲有嗅覺、視覺、味覺同觸覺等等，令我哋同世界產生連結嘅感官感受。喺祈禱裏面，佢運用咗能夠向自然表達嘅強力古老語言。跟住落嚟嘅解釋更加觸動咗布萊登嘅科學心智，令佢真正產生共鳴啊！大衛解釋完雨嘅祈禱之後，跟住描述咗感謝同感激呢一啲嘅感覺，能夠令祈禱得以圓滿，就好似基督教嘅一句阿門咁樣。佢話佢唔係為自己所創造嘅表達謝意，而係為咗有機會參與創造過程而心懷感激。佢仲話我哋透過感恩尊重所有嘅可能性，並且喺呢一度同時將自己嘅選擇帶到世間。研究顯示，正正就係呢一啲感恩同埋感激嘅特質，令到維護生命嘅強力荷爾蒙得以釋放到身體裏面，強化我哋嘅免疫系統。而經過連結所有造物嘅神秘物質管道，量子效應要傳送到人體之外嘅，正正就係我哋身體裏面嘅呢一種化學變化。喺流傳已久，
仲喺咁單純嘅知識裏面。大衛分享咗呢一份精緻嘅內在科技，亦都係失落咗嘅祈禱模式嘅智慧。如果你未試過，你都可以嘗試下呢一種祈禱模式，諗住某一樣你希望能夠喺生活裏面做到嘅事，任何事都得㗎。可能係你或者某人嘅身體需要得到療癒，或者屋企人富足，又或者揾到完美嘅伴侶一齊共享生命。無論你諗嘅係乜嘢，唔好直接祈求你要嘅嘢出現喺你嘅生命裏面，而係要將願望當成已經發生咗去感受佢，深呼吸，感受祈禱嘅圓滿性，喺每個細節每個方面都覺得滿足。依家為祈禱已經得到回應，心懷感激。我哋要注意喺感恩嘅心情裏面所浮現嘅放鬆同埋解脫感，呢個同尋求協助嘅時候所出現嘅渴求同渴望係完全唔同㗎。放鬆同渴求之間微妙嘅差異，正正就係令請求唔同於接受嘅力量。顯然，令一切連結起嚟嘅力量確實係存在嘅。前人喺經文、傳承同寺廟牆壁上留低嘅訊息，一啲都唔會差過我哋今日先至去開始了解嘅量子原理。而呢啲訊息俾咗我哋明確嘅指示，令我哋能夠將聖方濟喺祈禱文所描述嘅美麗而狂野嘅力量帶入生命裏面。今集我就講到呢度先啦。如果大家喜歡呢一集嘅話，記得俾 like、訂閱同分享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